唔知大家近排除咗睇世界盃同埋各支球隊嘅球員轉會新聞，仲有冇睇埋球隊管理層變動嘅呢？而喺上星期有一單咧都幾值得拎嚟講嘅，就係米高愛華士啦，再一次離開利物浦啦。嚴格上嚟講咧，今次佢離開嘅咧係芬威體育集團嘅足球行政總裁呢一個職位。表面上嚟睇咧，只係一個高層提早一年離開，但係如果你將成件事放翻入去2024年嘅背景咧，你就會發現今次咧就唔單止係簡單嘅人事變動，而係 FSG 原本準備建立足球網絡嘅呢一個概念，可能喺呢一刻咧已經係胎死腹中。而喺呢一條片咧，我首先都會講下愛華士今次嘅離任對利物浦或者伊拉奧拿有咩影響，因為咧利迷最關心咧可能都係呢一樣。然後咧我就會想講另一樣可能利物浦球迷唔一定最關心嘅事，就係點解愛華士咁重視多球會網絡。而近年呢一個概念點解比較多大球會咧，亦都開始去做，當中有咩原因嘅咧？By the way，記得 subscribe 啦，中意嘅話咪之後入嚟吹下水咯，唔中意嘅你都可以入嚟嘈幾句，咁等我同你都開心下啊嘛。順帶一提啦，我開咗另一條 channel 數理台，嗰邊咧就會主要分享物理啊、數學同埋其他咧有關嘅知識，如果你有興趣嘅都可以過去睇下嘅。咁就翻返去正題先啦。愛華士當年願意回歸咧，其實並唔係單純翻嚟咧幫利物浦買人。佢咧原本咧就兩個主要任務，第一個咧就係協助利物浦度過高普離任之後嘅權力交接時期啦。第二個咧就係幫 FSG 收購另一間球會，建立一個更加完整嘅足球網絡。2年之後咧，第一件事表面上咧已經完成咗㗎啦，因為 Richard Hughes 咧成為咗體育總監啦，史諾咧亦都接替咗高普。依家咧更加換埋咧伊拉奧拿啊嘛，咁咧但係第二件事咧就冇實現到嘅。其實根據報道咧，FSG 咧係研究過咧多間球會，但係最終咧因為揾唔到認為合適嘅收購對象，所以咧就將相關計劃咧擱置咗。而愛華士咧亦喺合約咧尚餘1年嘅情況之下咧主動離任，而 FSG 咧可能咧就唔會咧直接咧聘請另一個人咧去接替佢。反而咧會由 Mike Gordon 咧重新加強對足球事務嘅監督，所以咧今次值得問嘅問題咧就唔止係愛華士走咗之後，利物浦今個轉會窗仲識唔識得買人，反而係咧 FSG 點解呢一刻放棄建立足球網絡咧？而且愛華士點解寧願提早離開 FSG 失去咗呢個足球網絡計劃之後，利物浦下一個結構性嘅優勢究竟仲喺邊呢？咁一開波點都要講少少背景嘅。相信利物浦球迷對愛華士咧都唔會陌生。佢由分析部門開始，逐步咁成為利物浦嘅體育總監，亦都參與過建立高普年代嗰套出名嘅招聘制度。沙拿、文尼、羅拔臣、法賓奴、雲迪克同艾利臣呢一堆成功嘅收購咧，令到佢咧被外界塑造成為一個無所不能嘅轉會大神。但係愛華士真正重要嘅地方咧，從來唔係佢自己一個人睇中咗幾多球員。而係佢會識得將數據分析、傳統嘅球探方法、合約談判、領隊需要同埋球會預算整合埋一套相對清晰嘅決策流程。利物浦高普年代咧，當然唔係每次收購成功啦，但係大部分時間咧，球會至少知道自己點解想買一個人啦，亦都知道嗰刻咧領隊咧係想解決咩問題，而且想買嗰位球員係咪真係適合球隊嘅踢法咧？轉會費同埋人工高到邊一個水平咧，就應該要放棄嗰一個收購。仲有就係第一個目標買唔到，後備方案又係邊個呢？所以去到2024年，高普咧宣布離任，FSG 真正擔心嘅唔只係要揾一個新嘅領隊。如果高普離開之後，所有足球方向都交俾下一個領隊重新決定咧，咁利物浦咧就可能由一間由制度主導嘅球會，又重新咧變翻做一間圍繞單一領隊運作球會啦。咁所以 FSG 咧當然咧就揾翻愛華士翻嚟，但係愛華士咧就唔願意咧只係翻嚟做翻以前嗰份體育總監嘅工作啊嘛，所以 FSG 最後為佢設立嘅咧就係一個再高一層嘅職位。2024年 FSG 宣布愛華士回歸嘅時候咧，亦都清楚將佢定義為咧係集團層面入面嘅足球負責人，而唔只係利物浦一間球會嘅轉會主管。咁簡單啲嚟講咧，愛華士原本要建立嘅咧係一個由 FSG 擁有，以利物浦為最高層嘅球會網絡，而利物浦嘅日常招聘啊、合約啊同埋轉會工作咧，就由 Richard Hughes 去負責。但係個問題正正就係咧，建立足球網絡呢件事就未有過實質嘅進展。
如果真係咁一位咧集團足球行政總裁同一位利物浦體育總監同時存在咧，咁個職責咧有機會咧就開始重疊啦。所以今次咧未必係愛華仕同 FSG 咧突然反面，更加似係咧 FSG 改變咗成個方向，令到愛華仕咧有啲意興闌珊。咁係咪代表 FSG 冇野心咧？如果你站喺愛華仕嘅角度諗咧，個答案可能就係啦。因為咧 FSG 最終咧就冇批准咧任何收購，無論當中嘅原因係咩咧，對於愛華仕嚟講，結果都係一樣，就係當初吸引佢翻嚟嗰個宏大計劃咧，最後咧都係落空咗。但係如果你站喺 FSG 角度咧，佢哋咧亦都可以話自己咧唔係冇野心，只係唔願意咧為建立一個網絡咧而亂買一間球會翻嚟。其實咧，大家要明白，收購一間球會咧就唔係俾完錢買完就算，你仲可能要承擔球會本身嘅債務啦、營運虧損、球場嘅問題啊，又或者咧你要投資更加多錢落去咧，去搞翻好咧嗰啲訓練設施，仲要顧及埋當地政府同埋球迷嘅關係啊嘛。所以如果本身想收購嗰間球會，本身嘅估值已經過高，又或者咧你要每年都要作大量補貼咧，咁其實咧最後咧就會變成一個長期燒錢嘅項目啦。所以 FSG 研究過多個選擇之後決定停手咧，未必一定係錯，而且呢一種唔為買而買嘅做法咧，甚至可以話非常符合 FSG 一向嘅性格。不過個問題亦都正喺呢一度，FSG 咧揀咗唔做多球會網絡呢個做法啦，可以話係一次理性嘅克制。但係咧，佢哋仍然需要回答：如果唔揀呢一條路，利物浦下一個長期競爭嘅優勢又喺邊呢？因為利物浦昔日最明顯嘅優勢就係數據分析，招聘咧就有紀律嘅，而且高普識得將球員嘅能力放大。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咧，大部分頂級球會咧都會有數據部啦，而且利物浦咧已經冇咗資訊上嘅絕對先機㗎啦。高普當然亦都離開咗啦。而當你連愛華仕想建立嘅足球網絡呢一個概念都放棄，咁利物浦未來仲憑咩繼續擁有相對有限嘅資源底下，仲可以同曼城啊、車路士甚至其他更加財力雄厚嘅對手去競爭呢？咁呢個咧正正先係愛華仕今次離任之後 FSG 需要回答嘅中長期問題。不過咧，對於一般利迷嚟講咧，最直接嘅問題仍然係咧，愛華仕今次走咗，究竟今個夏天轉會窗會唔會出事咧？我自己暫時睇咧就未必會嘅，因為利物浦日常招聘同埋轉會運作，頭先我講過啦，Richard Hughes 負責噶嘛。而愛華仕離任咧，亦都唔似係上星期咧先突然劈炮唔撈。依家咧其實咧有報道已經講咧，話咧愛華仕上年一早咧已經向 FSG 咧表達咗咧有離開嘅意向。球會咧亦都咧將今次咧定義為一個有計劃嘅過渡，同埋咧今個夏天主要收購目標、預算同埋陣容規劃咧，理論上都唔係今個星期先開始準備嘅。所以咧，愛華仕嘅離開咧，唔代表利物浦成套咧嘅球探資料、數據模型同埋談判策略咧，一日之間咧就消失嘅。某程度上，一間真正成熟嘅球會咧，本嚟就唔應該因為任何一個高層離開就即刻停止運作。所以咧，如果你單計今個夏天轉會窗，愛華仕嘅離任咧，未必有出面咧講到咁大嘅影響。而真正可能令呢件事由普通架構調整升級成為真正嘅大領落咧，反而咧就係 Richard Hughes 嘅去留問題啦。咁呢度咧，我覺得咧都要講多少少點解嘅，因為近期有報道話咧，沙特球會希拉爾就希望邀請 Richard Hughes 加盟啦，甚至有消息話咧 Richard Hughes 完成埋今個夏季轉會窗咧，就會離開利物浦。咁當然現階段咧就未有官方確認啦，所以咧就唔可以咬死佢咧話一定會走。但係呢單傳聞咧就唔再係普通流料啦，至少已經去到利物浦需要認真面對嘅程度啦。而且今次咧仲有一層咧特別關係，就係伊拉奧拿同 Richard Hughes 係伯樂同埋千里馬嘅關係。Richard Hughes 以前喺班尼茅夫做嘢嘅時候，正正就係佢將伊拉奧拿帶嚟英超噶嘛。而到今次利物浦換帥，兩個人咧再次合作，所以 Richard Hughes 唔只係利物浦嘅體育總監咁簡單，佢咧亦都係最了解伊拉奧拿嘅工作方式、對球員嘅要求同埋足球理念嘅管理層人物之一。如果 Richard Hughes 真係已經傾緊離開咧，我反而相信佢仍然會盡可能完成埋今個夏季轉會窗。一方面咧，呢個係佢作為體育總監嘅職業操守問題啦；另一方面咧，就係伊拉奧拿咧，亦都係佢熟悉同埋信任嘅合作伙伴。佢咧亦都唔想咁樣擅自嘅老友一鑊嘅，所以點都想咧盡量好來好去。而睇翻暫時情況啊，利物浦今個夏天轉會窗陣容點樣改善，收購嘅目標咧仲未係好明確嘅。
而伊拉奧拿喺首次嘅利物浦記者會咧，已經公開表示球隊仍然需要更加多嘅收購，亦都希望新球員可以盡快加入季前準備。所以即使 Richard Hughes 最後決定離開，我覺得咧佢都有理由咧先幫佢老友咧完成第一期嘅組軍計劃。但係真正嘅問題咧就唔係今年8月之前買唔買到人，而係8月之後 Richard Hughes 如果真係走人，咁之後邊個繼續幫伊拉奧拿去完成佢嘅重建工程呢？因為咧一個新領隊嘅重建工程咧，通常唔會係第一個轉會窗咧就完成嘅。第一年咧，球會可能先處理咗最明顯嘅陣容缺口啊，買入幾個適合新踢法嘅球員，清走咧明顯唔適合嘅球員，再去觀察下依家嘅陣容有啲咩人咧係可以轉型啊嘛。但係你去到第二個轉會窗咧，先真正知道第一批嘅收購咧成功與否。咁例如有邊個球員適應唔到啊？邊個位置原本以為夠用，但係實際上仲係有問題？邊啲年輕球員可以上位？領隊原本諗出嚟嘅踢法，其實可能經過半季甚至乎係一季英超之後咧，先知道點樣調整。所以重建往往唔係買完第一批球員咧就完成嘅，真正決定一個計劃成功與否，往往可能要去到第二年，甚至乎係第三年。球會有冇喺呢段時間延續同一個方向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如果 Richard Hughes 做完今年夏天就離開咧，利物浦可能咧就會出現一個非常之尷尬嘅局面，就係伊拉奧拿第一批球員咧就係由 Richard Hughes 按照佢嘅足球要求選擇翻嚟買嘅，但係去到冬季轉會窗或者出年嘅夏天轉會窗咧，負責延續呢一個工程咧，可能就已經係另一個人。咁呢個新嘅體育總監咧，會唔會認同伊拉奧拿咧？會唔會認同 Richard Hughes 今個夏天買入嚟嘅球員呢？亦都會唔會沿用同一套數據或者招聘模型，定係覺得球隊需要另一種足球方向呢？呢度我所講嘅唔代表新任體育總監一定會同伊拉奧拿咧炒大鑊，但係足球管理咧就有一個好現實嘅規律，就係高層通常最願意保護自己作出嘅決定，同時間最容易放棄嘅就係前任留下嘅決定啊嘛。所以如果伊拉奧拿係 Richard Hughes 親自揀翻嚟嘅，咁當球隊初期出現陣痛期，Richard Hughes 仲會記得當初點解要揀伊拉奧拿翻嚟，亦都會明白佢係需要更加多時間同埋支援。但係如果半年之後換咗個新嘅體育總監，佢咧就冇參與聘請伊拉奧拿，亦都未必同佢有相同嘅足球理念。咁一旦球隊嘅成績咧有所波動咧，伊拉奧拿得到嘅耐性咧就可能咧少咗好多啦。所以咧 Michael Edwards 走咧未必對當下嘅利物浦影響極之大。但係如果 Richard Hughes 今個夏天都走埋咧，我覺得咧就有機會大領落㗎啦。咁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利物浦本身已經係世界級球會啦，咁點解 Edwards 仲咁重視要收購另一間球會呢個計劃呢？其實個答案係咧，現代足球競爭已經唔止係邊間球會最識買一隊正選翻嚟，而係邊個可以控制一條更加完整嘅人才供應鏈。傳統豪門揾球員嘅方法咧，就係球探部或者數據部發現有一個好球員，就會等佢喺原本嘅球會踢出表現，然後咧再同其他豪門咧去競爭，以市場價甚至乎係日價咧將佢買翻嚟。但係當所有大球會依家都有數據部，所有經理人亦都識得將球員推向市場咧，所謂早人一步發現好球員呢一個優勢咧，就變得越嚟越細啦。喺今時今日，一個年青球員假設喺葡萄牙、法國、荷蘭，甚至乎南美嘅聯賽，只要踢過半季好波，你就可能已經吸引到10幾間球會嘅注意。所以真正嘅優勢咧，其實可能係要比其他球會早2、3年就已經去了解同埋摸實嗰啲所謂有潛質球員嘅成個成長過程。而多球會網絡嘅第一個價值咧，正正就係提早建立到呢個人才入口啊！成個集團咧可以由較低嘅成本咧簽入一啲未成熟但係咧有潛質嘅球員，再俾佢哋喺壓力較低嘅聯賽慢慢累積比賽經驗，等佢哋證明咗自己之後，再決定係升到集團入面更加高級嘅球會啊，定係提早將佢哋出售咧獲利。有啲球員咧可能暫時未適合踢英超，但係可以咧先喺另一個聯賽發展噶嘛。有啲咧就可以透過唔同層級嘅比賽逐步去證明自己。所以多球會模式咧，其實係將一次高風險收購變成一個可以分階段作出決定嘅發展過程。而第二個作用咧，其實係同英國脫歐有關。依家英格蘭球會已經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咧，咁輕易由歐盟國家直接簽入未滿18歲嘅球員。海外球員進入英格蘭踢波，
其實係要符合相關工作證同埋積分要求。如果有一個英格蘭足球集團喺歐洲大陸或者南美擁有另一間球會嘅，佢就可以為部分暫時未適合或者未符合條件進入英格蘭嘅球員咧，提供另一個發展平台，從而提供一個人才過渡平台。第三個價值咧就係令到球員外借咧更加易控制。傳統嘅外借咧其實有好大嘅不確定性。一間球會將一名年輕球員借去另一間球會之後，外借球員去到究竟踢咩位，有幾多出場時間，教練中途會唔會俾人炒，其實咧母會咧都係佢未必控制得到嘅。最近期嘅例子咪就係阿仙奴借咗旺拿嚟去馬賽咯，咁途中迪沙比俾人炒咗噶嘛。而球員咧亦都有可能咧就係今年借去英冠踢左翼啦，下年借去比甲踢翼位，再下一年去到另一間球會唔知踢咩位。領隊咧又未必信任年輕人嘅喎，所以咧就搞到每次外借咧都好似重新開機咁樣。如果喺同一個集團入面有唔同球會咧，咁其實雙方咧就會更有效咁咧去協調個發展目標啦。例如球員應該踢咩位，需要改善邊一類數據或者技術，出場嘅時間預計係幾多，訓練嘅負荷啊、醫療嘅資料、身體發展，甚至乎係成個球員點發展都可以比較易去追蹤。甚至乎兩間球會可以用更加接近嘅戰術，令到個球員日後升上去更加高層次嘅球會嘅時候咧，唔需要由頭學返。呢個正正就係 Red Bull 模式最有代表性嘅地方嘛。Red Bull 旗下咧就唔止係股權上有關係，亦都長期以年輕化、強度、高壓同埋快速向前作為共同嘅足球方向㗎嘛。球員由一個球會去到另一個球會，面對嘅唔係一道完全陌生嘅足球語言。佢哋未必每個人咧都沿住同一條路咧咁樣上升，但係成個集團對咩叫做合適自己嘅球員咧，有一套比較一致嘅標準。其他例子咧，亦都有曼城嘅 City Football Group，佢哋咧就將呢個概念擴大到咧全球添。佢哋喺唔同國家建立咗球會同埋合作網絡，目的咧就唔只係為曼城一隊啊直接輸送球員，更加重要咧就係建立全球嘅球探入口，掌握唔同嘅市場，為球員提供更加多層級嘅平台，以致咧可以分散咧個收口風險啊。而 Blue Coat 咧亦都同時控制車路士同埋史特拉斯堡，亦都咧有類似嘅邏輯。當然啦，呢啲做法咧可能會引起爭議嘅。例如舉個例啊，史特拉斯堡嘅球迷都未必願意自己間球會長時間被視為車路士嘅培訓基地啊，而且兩間球會之間嘅利益咧亦都未必永遠一致嘅。但係當你擁有幾支球隊，同真正建立一個共享嘅足球理念咧，咁數據同埋人才網絡咧就更加有系統啦。而 Everest 咧原本想幫 FSG 做嘅咧，就唔一定係複製曼城收購10幾間球會，可能咧只係先買一間位於合適聯賽，個估值咧比較合理，亦都咧能夠發展年輕球員嘅歐洲球會。但係咧，只要你呢一步成功咧，利物浦咧就唔只係一間獨立嘅豪門啦，而係有機會成為一個足球生態系統面嘅最高點。咁當然啦，多球會模式咧，亦都咧可能涉及到咧財務嘅操作嘅。同一個集團之內咧，球員就可以透過轉會啊或者外借喺唔同球會之間流動。集團亦都可以咧更有系統咁樣管理球員資產，將一個球員放到去最有機會上陣或者升值嘅平台。而透過咁樣咧，成個集團下嘅真正價值咧，就唔只係咧有幾多個會計手法咧去慳錢，而係咧可以將球員咧識別啦、收購啊、培養，放喺唔同比賽，再進行升級同埋有系統咁樣出售出去，變成一條可以長期管理嘅供應鏈。我諗呢個咧先係 Atlas 咧點解咁重視足球網絡嘅主要原因。最後俾個總結啦，FSG 今次放棄嘅咧，表面上咧就係收購第二間球會，但係更深一層咧，佢哋其實係放棄咗或者至少延遲咗係一條全新嘅人才供應鏈。呢個決定咧其實可能係正確。因為多球會模式有成本，亦都有更加大嘅管理風險。但係當其他大型足球集團已經開始控制更加多人才入口嘅第一步，咁利物浦咧就係需要揾另一種方法去維持自己嘅競爭力。而 Everest 原本提出嘅答案，似乎就係想將個優勢由買人買得準，升級成為控制一條球員嘅發展路徑呢條供應鏈。而 FSG 最後選擇唔行呢條路，咁究竟佢哋下一個答案係咩呢？定係 FSG 只係暫時停步呢？咁呢樣嘢咧就要拭目以待啦。所以 Atlas 今次離任未必係一場即時災難，
如果 Richard Hughes 繼續擔任體育總監 Evers 離開咧，可以被理解成為一次正常嘅交棒，因為咧你仲有 Mike Gordon 咧去重新監督啊嘛。而且咧，伊拉奧拿咧亦都咧有一個熟悉自己嘅管理層伙伴。但係如果 Richard Hughes 做埋今個夏天都離開咧，我覺得咧個情況咧就有機會完全唔同。咁到時候利物浦咧就先後失去咗 CEO 啦，同埋咧球會嘅體育總監，而且伊拉奧拿啱啱開工，陣容重建咧其實係未完成嘅。咁球會咧又要重新決定由邊個負責招聘啦，邊個負責合約，邊個負責領隊評估同埋長期嘅足球方向。咁咧就真係會好頭痕，甚至乎咧就會出現亂局。咁嚟到最後，我都希望伊拉奧拿一切順利啦，因為咧我堅係中意佢嘅。嗱，你見到我係阿仙奴球迷，但係呢條 channel 一開波我都係講佢先，就知我唔係作大啦。Anyway，如果你中意呢類足球分析嘅，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咁咧就希望你哋繼續支持啦。